早晨，咁開門一件事，咁先呼籲電話先好唔好啊？咁家庭觀眾咧，等我哋咧就9:09之後咧會陸續咧為大家解答疑難㗎啦。家庭觀眾咧想傾電話嘅，可以打咧就熒光幕3字頭電話，用 Apps 寄嚟嘅6字頭嘅電話，電郵咧當然係相當歡迎嘅。嗱就開始嘅焦點，即刻要講啦。就外圍咧話好多因素啊。當然大家嚟講咧最重要都係咧就觀望緊美國同埋日本咧議息嘅情況。好啦，至於傳聞咧就日本方面咧又有新消息喎，全日本央行咧又話傾向翻咧就加碼放水，但係咧信息好混亂啊！陣間我哋慢慢同大家解構下。美國方面留意道指咧就稍為偏軟翻，跌咗19點。當然標普嗰啲咧就仲係向好嘅。點解道指會跌咧？受累於咧我哋咧平時成日傾嘅麥當勞可能唔少人幫襯啦，但係咧佢同店銷售差過預期，股價受壓底下咧拖累咗道指。但係留意翻蘋果公司咧就即係話咧業績咧有機會見底喎，所以場外嚟講咧股價係急升㗎。但係油價另一方面咧又有啲即係偏軟啦，再創咧3個月低位，呢方面咧會唔會影響後市咧都要觀望嘅因素。好，呢個時候咧我即刻要揾翻咧我哋專家，今日星期3咧有洪麗萍 Conita 喎，早晨，當然仲有啦李嘉慧啦，早晨你好。早晨你好，早晨啊兩位。咁其實咧咁多消息咧眼花撩亂係咪？係啊。我其實自己嚟講咧最關心乜嘢咧就係日本啊。日本央行議息咧，我自己少少擔心咧，所謂另一隻黑天鵝喎。係啦，好似你話齋啦，啲信息好混亂啊！係啊，兩位咪就因為咧琴日咧先至又話又傳咯喎，咪又話嗰個規模咧，自己規模可能會收縮啊嘛。今朝啊頭先聽阿伍家文講啦，又話又傳聞啦，又再加大放水嗰個力度嘅。咁就阿 Conita 覺得係邊樣嘢即係會成真咧？你點睇咧？其實我諗而家咧都喺度即係製造緊啲傳聞嘅啫。係因為咧其實你琴日嗰個説法咧，反為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意外嘅，即係突然間話即係收縮嗰個規模，不但止，而且嗰個收縮個力度咧係好大。係啊，即係琴日就講傳嗰樣嘢就係話佢直接咧投放自己經濟方案得翻6萬億左右咁樣。咁你就變咗大家擔心啦，一方面哇究竟真係夠唔夠力咧？你一係唔好做啦，你唔拖唔水咁樣啊，人哋放水你就唔拖唔水。咁第二咧就係咧，我覺得亦都有可能咧，就話即係其實佢都係想咧透過呢啲言論咧，就喺度咧就話即係將個日元推低，即係推翻低少少先。另外咧，我諗亦都同美國係最大分別咧，就係佢呢邊自己內部啊，大家都仲未咧好明顯係有一個共識咯嚇。咁所以喺呢段期間咧，我相信咧繼續嗰個信息咧都係比較混亂啲㗎啦，令到咧大家可能對於即係睇到個日元嘅走勢啊，呢個對日股嘅影響就會比較明顯啲嘅。係啊，不過見到今日日股都好似即係有啲反應，冇錯係啊，似乎咧就最新嘅消息，因為就話就係講翻又話加碼放啊嘛。係啊，咁點樣加碼法咧？就咁又包括咧擴大呢個負利率啦，即係傳出嚟啦，亦都可能咧話咧就買多啲咧日本嘅國債亦都可能買多啲咧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嘅。嗱，圖中見到啦，第2行嗰度呢個就係咧最新嘅傳聞嘅。喂，咁就而家暫時嚟講咧，又傾向翻咧，又樂觀翻少少喎。嗱，見到日本股市啊，真係話羅永牙有啲反應，升咗1%喎，1% 過外啊，咪就上翻去16,500點樓上啦，咪升翻咧就192點咁多嘅。就算啲大行野村嗰啲股真係會即係負利率咧，再有擴大個傾向喎。嗱，佢野村就日之行啊，照計咧，即係佢哋嘅睇法都代表到嘅。但係問題就話，始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自己覺得就好似正話提到啦，即係佢哋嗰個共識究竟係真係咪達到咧，還是係即係呢幾日咧個消息上面咧，我覺得都仲會係比較即係反覆啲嘅嚇。咁所以日元嘅走勢咧，我覺得同樣啦，即係你話喺星期5之前咧，我相信繼續咧係會反反覆覆咁樣。你覺得有驚嚇定有驚喜咧？其實最尾嘅問題都係我自己覺得咧，最後可能都係驚嚇多啲，可能真係會乜都唔做嘅喎，係咪？即係因為始終我覺得咧，就日本而家目前咧面對嗰個即係你話再減息個機會根本就好細，而你見佢上一次咧，其實已經係冇做嘢，個原因就係咧純粹咧係靠呢個即係口頭講嘢嚟到去管理住嗰個即係心理，亦都係即係壓低住嗰個日元。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上次好，你今次咧係咪咁快可以
以咧就做一個咁大嘅動作咧？咁所以呢度真係我自己覺得有啲保留啊嚇。咁如果你話到時出嚟唔係真係唔係驚喜啦，係驚嚇嘅話咧，咁變咗個市可能真係會借勢咧係有啲調整。咁呢個我覺得大家始終都要喺呢方面咧有少少嘅即係防範。係啊，因為市場之前期望好大啊，係啊，即係覺得一定放。仲要咧就係即係因為佢都一早已經講啦嘛嚇，即係官員方面咧話即係全面嚇大膽嘅方案啊嘛。係啊，直升機啊嘛。係啊，直升機啊，當然佢係後尾否認咗啦。否認咗係啊。係市場衝擊咁大，如果陣萬一咧就做少咗，哇，甚至係咧就唔做嘅時候咧，因為睇到提到有啲日本央行嘅官員咧，其實反對咧係再加碼放水噶嘛。話如果係失望嘅時候咧，就小心啲啦。當然暫時咧，似乎喺市場係跌翻啦。嗱，咁從個日元跌翻咧，似乎市場咧暫時就順住先喎，嚇。係啊。咁啊，就回軟翻少少，去翻105水平嘅。好啦，咁啊日本嗰度咧，阿 Conita 都提醒我哋要留心啦。咁啊美國嗰方面又點咧？佢係近啲喎，因為日本央行咧星期5先知道結果啊嘛。喺我哋咧本港時間凌晨咧，星期4凌晨啊，即係陣間咧，我哋咧如果大家瞓唔着嘅話咧，扭住個電視就喺凌晨就知道美國嘅議息結果㗎啦喎。但係好似係冇乜憧憬喎嚇，嗰啲啊。係啊，我諗反為即係美國議息方面咧，大家就即係冇乜嘢嘅。係啊，即係一方面咧就唔會有啲咩驚嚇啦，亦都唔會有啲咩驚喜嘅。咁如果你話就算咧對個市係有即係影響咧，其實我覺得係市場嘅演繹方式嘅啫。因為你而家減息或者係什麼，我覺得美國都唔會喐住㗎啦。但係到時佢點樣去即係喺呢方面有冇啲暗示咧？咁就算暗示，其實唔等於佢真係會做。你見美國其實都係一路喺度想拖住嘅啫，嚇，亦都唔想即係喺呢個時間人哋放水，佢自己喺度收緊。但係因為嗰啲數據好啊嘛，即係叫琴晚又係新屋銷售有8年半以嚟最多啦。嗱，消費者信心又好過市場預期啦，有啲調查話其實近排就係就業數據啲市場都幫到手喎。會唔會話9月嗰陣時候嚇咪就大家又估緊咧有機會又再加息個機會高咗？會唔會咧？嗬，9月份有冇機會暗示加息咧？其實我覺得就係純粹係咁嘅啫，即係你話暗示，或者甚至乎咧暗示可能咧今年都唔加息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咁嘅話，你就睇市場點樣去演繹啦。如果唔加得息，如果佢係要做淡嘅，咁啊可能覺得喂都個經濟都未係真係改善喎咁。係嘛？咁如果你話9月加息，有可能咧驚會唔會咧就係話比預期早啊等。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聯儲局個決定咧，其實真正嘅影響就唔大，但係反為咧市場嘅演繹方法咧，就可能對美股啊同埋港股呢方面嘅影響會比較明顯啲嘅。我哋咧即刻咧就話喺有議息結果之後咧，聽日會同大家跟進翻㗎啦。而家市場好矛盾嘅覺得9月份會唔會放風咧都難講因為可能聯儲局咧又話會唔會聯儲局咧要睇咧經濟數據進一步會唔會改善啦？11月咧總統大選咯喎就覺得未必會做嘢喎，可能所以咧最新嘅估計咧，根據 CNBC 嘅調查咧，美國聯儲局可能去到咧年尾12月咧先會再加一次息嚇。好啦，咁啊既然係咁咧，嗱咁啊暫時都未知結果啦，都有估字咧。Conita，我哋個大市點走啊？兩樣因素再加埋咧星期4期指結算喎。係啊，其實即係星期4就真係有少少超級星期4嘅。係咁啊，我哋嘅期指結算，咁你跟住就係即係美國朝頭早嘅時間，美國議息嘅結果，咁啊睇下演繹係點樣。但係再繼續夾上去喎。係啊，我諗你睇到係啊，你睇到其實咧近期個勢咧，我哋原先都係講緊話，喂試翻上去22,300都應該差唔多啦嚇。超預期咯。咁啊，琴日咧已經到啦，係嘛？咁又殺埋嗰啲嘅即係紅證咁，咁變咗即係你話如果冇乜嘢特別壞消息咧。你睇到嗰個期指嘅好倉，始終目前嚟講都係佔多數啊。咁所以變咗好似淡倉咧，即係淡友咧就冇乜力反攻住。除非即係你話日本嗰度真係有個落空，但係個問題就話日本咁啱，佢又喺我哋期指結算之後咧，先至會即係有結果。咁所以我諗喺呢段期間咧，好友都仲係佔住上風㗎啦，應該就會再破翻我哋所講嘅即係22,300啊，甚至乎可能去到咧即係22,500嗰啲水平。不過咧，即係除咗話即係大市之外咧，究竟有咩股份帶上去咧？呢個就係焦點啦。真係 Conita 真係好嘅啫，即係又拋翻個波俾我哋咧，就可以又拋翻個波俾你喎。係拋波啊！嗱，我就請教咗你㗎啦。咁你話咧總體策略追落後3隻字嚇，圖中見到券商股、保險股、賭業股3樣嘢咧都可以睇嘅。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都要揀一樣嘅。哇，好似話券商股咧就即係進取策略可以睇呢樣嘅喎。
係啊，我覺得嗱，如果你睇翻啲即係保險股咧，一路諗住佢追落後啦，但係其實都追得好慢，好慢啊！咁第二咧，我諗就係睇翻啲澳門博彩股，即係等咗好耐啦嚇，終於琴日咧借住即係金沙啊，中國嗰個業績又好啲。今朝金沙又再升。係啊，咁啊變咗咧，佢又真係我覺得好明顯係追落後嘅啫。你話係咪真係而家金沙嘅業績就反映成個即係澳門嘅賭業咧係真係改善？我就覺得唔係咯，即係我覺得目前都係咧有個咁嘅消息，又有機會咧就令到呢啲股份咧成個板塊其實真係落後咗好多。咁所以我諗都係純粹炒作嘅因素多啲啦。咁如果你琴日升咗咁多，你今日如果再高開嘅話去追咧，我自己覺得風險就高啲啦。反為咧即係券商股咧就直博啲嚇。雖然呢個板塊咧都係進取嘅選擇嚟㗎啦。咁你 A 股嘅成交又唔係好夠，香港嘅成交嘅間中係叫好啲。最怕係中證監又話要監管呢樣嗰樣。係啊。今日最新都話債券業務嗰啲又要加強監管。係啊，所以令到 A 股咧就表現麻麻地。不過香港方面咧，反為咧靜咗一輪嘅議題咧，我覺得如果你話要推上去嘅，或者炒落後嘅，又可以揾深港通嚟講下嘅啫，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有即係咁嘅消息嚟到去借住呢因素咧，又係將呢啲落後嘅股份咧係追翻上嘅啫。揀邊隻啊？嗰啲大家？如果揀都係揀翻啲大路啲嘅咯嚇，譬如中信啊、銀河啊呢啲就會比較大路少少啦嚇。你話如果純粹香港即係香港嗰啲即係嗰啲券商咧，就始終佢一升嘅時間可能會升得快啲，但係咧就成交比較少啦嚇，同埋咧就嗰個炒作味又更加濃啲添啦。咁我知道咧，大家可以啊 Conita 建議咧即係6030啊嚇，同埋6881咧呢兩隻嚟講咧，如果炒深港通嘅話咧，就係呢兩隻咧就可以睇喎。咁啊，今朝暫時對盤時段咧，銀河就好少少啦。喂，咁啊講起好嘅藍籌咧，佢羅英啊，喂頭先你都講咗啦嚇，隻金沙好似都喺前邊喎嚇。係咧，咪就而家仲係升幅最大添啊，咁啊就而家嚟講上翻去30個7毫半嘅位置啦。嗱，其次咧都係神華嗰邊啊話，咁就見到咧今日又再升咗接近2%。交行琴日俾大和讚啊，咪就覺得佢起碼做得撥備足啲啊嚇，咪就覺得佢係首選，咁啊再升2%，係啊，落後喎呢啲都嚇。喂，咁啊頭先你話澳門股咧，你話其實琴日升咗啦。喂，不過今日咧講真嗰句喎，嗱你睇到開市呢下咧，即係開市前嘅時段咧，仲係有少少喐動啦。咁啊策略點咧？咁啊係咪咧揾繼續追龍頭啊金沙銀娛嗰啲啊 Conita 定係還是咧？即係板塊裏邊有啲好落後噶嘛，譬如880啊澳博啦。嗰啲新豪嗰啲咧又係唔算話好喐嘅。嗱，見到市前嚟講咧，澳博都係仲要偏遠添。點樣追法咧？我就唔追咯，唔追啦而家我唔追啦嚇。反為咧，如果你話再褪高少少，尤其是今日如果再升咧，我會將佢減一減磅添啦。因為咧你睇到其實咧，即係成個板塊裡面咧，你最升嘅即係升得最多都係隻金沙，跟住就銀娛。其他嗰啲落後嘅咧，始終咧好多時就算你話追翻上嚟咧，佢個升幅都係比較有限。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即係成個板塊我就唔會追。同埋你金沙始終又有啲即係新場啦嚇，嚟緊咧新酒店落即係開幕啊。咁都仲有啲即係因素喺度，即係刺激下啦。咁其他嗰啲如果冇咩咁嘅因素嘅時間咧，我覺得反為擔心就係，咦金沙如果再開新嘅場嘅話，咁其他嗰啲又會唔會壓力啊大咗咧？呢個係要考慮嘅。好啊，咁我再睇啦嚇。咁啊金沙咧而家話更上層樓30個7叫價啦。好，咁我哋呢個時候咧期指啊升緊79點，內銀股 OK喎。當然啦，我哋多謝晒咧阿 Conita 同埋阿羅英，好唔好？咁我轉頭翻嚟會再跟進嘅。過去10年，香港經濟累積升咗15%，但係打工仔嘅實質工資就同10年前差唔多。唔同行業嘅工資變化有咩啟示呢？新聞透視今晚7點，翡翠台。我成日見到佢係對住空氣喺度自言自語啊！有陣時見佢講嘢咧，都好似牛頭唔搭馬嘴咁，仲好似同緊另外一個人講嘢咁啊！咁係咪真係人格分裂、精神失常啊？死啦！咁係咪真係佢呢度跳咗啊？一屋老友記結局篇，今晚9點半，翡翠台。水上鬥一番，蛙鬼船不簡單。連場濕身遊戲，刺激又好玩。暑假戰透心涼嘅濕身節目，令你清涼一整下。Big Boys 蕩漾下水禮，星期6晚9點半，翡翠台。
你要場開戶係咪唔使俾佣㗎？係啊。係咪唔使俾息㗎？冇錯啊。仲有冇嘢送啊？仲有送你2張被被添。哇，咁着數！仲諗快啲嚟要彩開戶啦！我而家就話俾你聽，隔住個 mon，我哋都可以好齊。靚仔啊，好齊啊！搞咩啊？有幾齊喎？好齊喎！就係隔住個 mon 都覺得好齊咁啦。不為仲送你好齊嘅 Adidas 運動用品或 Godiva 朱古力產品。嫁俾我。鼻敏發作，食草基蟲草啦，改善鼻敏症狀止咳喘。草基。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點變都好，我始終係我。了解自己嘅 DNA 健康密碼，知道應該食啲咩，做咩運動，為自己做最啱嘅選擇。黎寶城擁有保障，同時擁抱健康。投保指定健康保障可獲贈營養基因測試。英國保城。多多指教。呢張係我嘅卡片。呢度係我工作嘅地方。透過職業專才教育，入職前我已經學到呢一行嘅知識同技能。畢業後，我可以好快投入工作崗位，工作表現仲得到僱主嘅認同。課程嘅專業訓練令我哋可以喺各行各業發揮所長。專業知識、實務技能就係你嘅未來。職業專才教育，為未來鋪路。雲集臥底界天王，記住我名啊，拉平哥啊！我江世孝從來都唔會放過出賣我嘅。警察界最強組合 J5 掀起新一輪追劇風暴。星期一至日晚10點半，學警追擊播足7日，劇迷必追。好戲在後頭。報告長官，我發現呢個工場製造大量嘅軍事武器同埋裝備，出產至世界各地。佢哋分工好仔細，每件武器都會拆成幾部分，製成之後會經過嚴格嘅測試，先會正式投入生產。我會繼續收料，掌握更多嘅最新情報。Sir，兵工廠星期日晚9點半 ，J5 軍備揭秘，一同期待，一同喝彩。里約奧運2016仲有10日。睇睇外圍方面咧，日股咧升幅咧已經咧有係超過1%嘅咯，挨近咧200點嘅升幅啊！咁啊，港股方面咧呢邊期指嘅表現又係點咧？即係睇睇啦。咁啊，期指咧8月咧就係升咗89點左右㗎，咁啊高水咧現貨65點到。8月嘅期指咧就係升88點，7月係升89點啊嚇。咁啊總成交方面咧大概有6000張嘅。嗱咁啊，今日咧推介股份方面咧揾到阿阮士希啦，阿 Harry 咧同我哋推介隻廣汽集團喎。Harry 早晨。早晨啊，早晨，小珍。係啊，點解會為我哋推介廣汽咧？有咩利好因素咧？嗱，近幾排咧，我揾嗰啲股份咧，都係通常咧都係睇翻咧嚟緊半年業績咧，應該要幾穩陣嘅股份，因為其實咧個市況咧已經係我都覺得就算升都好啦，都係比較尾段少少嘅啦。咁大家買落去啲股份，即係就算炒股唔炒市都好啦，都揾啲穩陣少少，即係我覺得個業績嚟緊咧都幾大機會會出盈喜嘅股份咧，買落去你就算高追都會安心少少嘅。咁啊，今次咧就係睇到隻廣汽集團啦。咁啊，其實成個板塊最強嗰隻咧係吉利嘅，不過咧我稍嫌個估值咧都非常之高啦。咁啊揾隻咧即係其實都係第二季嘅啦，差唔多係。咁啊廣汽集團，咁啊見到佢咧至起碼呢3個月嗰啲產銷快報咧，每個月嗰個嘅即係汽車銷量嗰方面咧都升成28% 以上嘅，呢3個月都係㗎啦。咁所以咧第二季咧其實佢出嚟嗰個業績咧應該唔會太過
差嘅。咁啊睇到佢咧特別係 SUV 嗰方面嗰個傳奇系列咧，咁嗰隻 GS4 咧就好賣得嘅。咁啊個原因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咧，因為佢哋請咗一個德國嘅設計師去設計呢架車咧，咁啊市場上邊就好受落。咁我覺得咧嚟緊呢，其實咧佢哋本身就唔單止咧，即係以往我哋認識咧，即係廣汽咧就係日系汽車噶嘛。咁啊，但係佢近呢幾年咧，其實都開始發展 Fiat 啊同埋 Jeep 呢啲咁嘅品牌咧，咁啊有助咧佢其實開拓一啲咧特別係 SUV 嗰邊嗰個盈利來源嘅。同埋我見到下半年咧，其實咧佢都仲有咧即係傳奇系列，佢有架 GS8咧。咁另外咧，其實有啲混能汽車，即係新能源汽車嗰方面咧有啲拓展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即係就算講緊咧即係第二季嗰個業績咧做得好好都好咧，第三季有望繼續係支持到嘅。咁所以個估值上邊咧係有望提高㗎。咁啊，即係咧受惠於個業績好，係咪咧？佢有個新嘅混能汽車咧出台啦嚇，咁啊可以咧帶動嗰個銷售增長啦。不過睇翻呢個走勢方面咧，其實之前個升浪相當之唔錯啦。咁啊，但係近日咧就呢兩日啦嚇，又出現一支大陰燭，又出現一支大陽燭咁樣，個股價咧似乎有啲波動喎。咁啊點樣部署好咧？價位應該定喺咩位置咧？價位嗰方面咧，佢都升咗好多㗎啦。咁我會定翻喺大概9個8度嘅個目標價咧，就擺12個半。呢個比較中線少少㗎啦，可能睇埋第三季嘅個止蝕價咧就擺9蚊嘅。咁啊，小珍你都有講到啦，本身咧其實點解有啲大陰燭咧？其實前一兩日咧就講緊咧佢哋日系個合營咧，Honda嗰邊咧就有一啲安全氣袋嘅問題咧，就要召回好多汽車嘅。咁啊，即係市場都比較擔心咧，呢啲咧即係收翻啲車嘅一啲額外開支咧，會唔會話好影響翻廣汽集團咧？咁啊有行護航嘅，咁我見到咧，即係本身咧，因為呢個係生產商同埋個氣袋嗰個設計商咧，其實嗰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未必影響翻廣汽啦。咁呢個都可以大家繼續留意翻，會唔會有好多額外嘅開支走翻出嚟咧？咁同埋咧，我頭先咧即係不停地講廣汽咧，都係關乎於佢 SUV 嘅。咁佢自身品牌嗰啲4門普通嗰啲轎車咧，就賣得麻麻地嘅。咁呢方面咧，可能咧都會拖累翻佢嚟緊嗰個嘅即係銷售情況。咁呢個都要留意翻嘅。係啱啊！咁啊，其實近期係嗰個負面消息係關於咧，就係同日本品牌方面啦。咁啊，正話咧 Harry 你都提到啦，Honda 嗰個合營車啊，咁啊就個安全氣袋咧出咗問題啦。咁啊，廣汽咧較早前咧已經係表明咗係會回收咧車輛嘅費用咧，係會由本田啦同埋零部件公司負責㗎啦。咁啊，所以咧提到咧，即係 Harry 啱啱提到嗰個風險因素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咁我哋睇埋嗰個股價表現先啦，好唔好啊？咁其實咧市前嚟講咧，嗰個股價咧就暫時咧都係偏軟啊，大概咧企喺咧10蚊呢一個水平啦。不過咧 Harry 咧就係建議個買入價咧喺9個8呢一個水平係嘛？係㗎，後低少少買啦，因為都升咗一陣上嚟啦，係啦。好啊，咁啊現時嚟講咧，嗰個股價咧就跌大概咧1%到，睇下可唔可以咧後到位入啦。唔該晒 Harry 你啊，咁啊另外咧我哋睇翻咧即係恆指方面咧最新嗰個走勢又係點啦？咁啊現時開咗市㗎啦，恆指咧高開咧63點嘅，報22,193點，成交方面11億元㗎。好啊，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睇下其他開市焦點。如果啲唔開心嘢可以永遠忘記，我相信大家都會開心好多。爛咗嘅嘢係需要時間修補，冇可能即刻變翻原本咁樣。多謝你幫我見阿黃翻嚟啊！呢度係佢屋企嚟㗎嘛，佢係應該翻嚟嘅。咁你咧？澳門最香圓餅加藤藥，完美伴侶結局篇，今晚8點半，翡翠台。照顧周到，似乎唔多對路。生日快樂，阿姨！今日唔係我生日喎，今日係我生日啊，爸 B。啲靚仔中意 colourful 㗎嘛，你間房顏色好似好單調。品味嘅嘢咧係由細培養嘅，唔係人哋話乜就乜㗎嘛嚇。湊仔咁大件事，唯有犧牲小我。爸 B， 我重唔重啊？成個坦克車咁重啊！我辭咗職啊，我會將成擔心機幫阿姨揾學校。超能老豆，星期一晚8點半，翡翠台。各位同學，今日我哋玩看圖講故事。雞、鴨、雀仔。咁咧？手唔好摸去地，萬一掂到就要即刻洗手。廁所要小心，唔好掂到佢哋嘅便便。媽咪買餸都唔好掂佢哋，要煮熟晒啲肉先好食。無論去到邊，都要記住頭先講過嘅嘢啊！注意個人衛生，預防禽流感。天生膽小鬼，遇上麻煩冤鬼。你係咪見到我啊？咩都聽唔到，聽唔到，聽唔到。一個係人，一個係鬼，夾計追男仔。你上我身啦，然後令 chef 成為我嘅男人。加油！加油！
但昨日嘅隊友都可以變成今日嘅敵人。我好中意 Chef， 佢對我講嘢，望住我嘅眼神，嗰種感覺係我在生嗰時從未感受過。NH 保濕專家 K Beauty 呈現《我的冤鬼女友》，星期1至5晚11.1 J2。現貨倫敦金賣出價最新報1318美元。資訊由英皇金業提供。好啦，咁開市嚟講咧，受惠於日本股市方面啦，咁啊向好啊，咁啊港股同埋咧就內地股市咧都係暫時靠穩嚇，咁特別咧港股啊暫時一馬當先嚇，咁啊升到63點高開嘅，去到22,193，內地咧只係微升嘅啫嚇，咁啊0.2點嚇，咁啊做緊3050點嘅。好啦，咁大家關心啲活躍港股啦，咁啊今日呢開市呢下咧大個市升咧都係金融股為主嚇，匯豐啦嚇，咁啊就工中建三行啦，同埋中人壽平保咧暫時都向好啊。咁啊當然呢下嚟講排第一位又唔係佢哋啦，而係咧好罕有咧就上咗板嘅三生製藥啊。咁啊暫時股價靠穩，做緊咧係8個1毫半。咁啊今朝早咧留意咧佢有1.3億元嘅大手上板嘅。咁啊騰訊暫時偏軟啦，跌咗3毫子，186蚊。咁啊友邦啊、長地啊、新鴻基地產咧，哇3隻咧都係點晒月喎。咁啊其中新地咧報緊咧110個6嘅。好啦，咁睇下6至10位喐唔喐先嚇，個市咧就指數喐嚇，咁啊但係啱啱版面呢啲又唔喐嘅。好，聯想啊就叫做靠穩啦，微升4個先，5個1毫2。咁啊但係華潤電力啦、嚇石藥集團啊、中移動咧都係暫時冇喐動喎。咁啊見到941中移動咧，咁啊股價咧做緊咧97個7毫半咧冇升跌嘅。咁啊第10位咧有隻福耀玻璃，咁啊見到股價咧暫時係跌緊1%啦嚇，咁啊做緊咧係19蚊嘅。好咁啊，大市焦點咁啊，頭先都講過少少啦，就係日本方面咧，會唔會好似即係傳聞咁樣？最新嘅傳聞咁啊，又話咧央行嘅委員咧傾緊可能會加碼放水嚇，咁所以日本股市啊升咗超過1%，日元匯價咧調翻轉係回軟嘅。咁啊，內地方面要留意啦，咁啊連續3日咧比較大手咁逆回購，咁啊今日逆回購咧有成1800億人民幣，咁啊仲有咧就琴日嘅政治局會議咧，咁啊留意翻我提到咧就話抑壓咧資產泡沫啊，嗱咁啊呢個言論嚟講咧，會唔會對於內地嗰個股市啊，或者係內房股個股價咧有冇影響咧？大家都要觀望下。好嗱，呢個時候咧就星期3，阿郭 Sir 出場啦。郭 Sir 你好，范曉儀你好。早晨，早晨，早晨。阿郭 Sir 今日我同你好襯咁樣喎，有冇咁嘅感覺？係絕對襯，幾時都咁襯啊！幾時都咁襯，冇老拍檔嚟㗎嘛係。係好老拍檔係真嘅嚇。喂，咁啊最緊要講翻正經嘢。喂，個市嚟講咧就暫時開市呢下就 OK 啦，似乎都係炒日本放水因素嘅。但係咧就期指結算前咧，可唔可以繼續炒落先？嗱，事實上嚟講，今個月嘅低位由6號嘅20,304點，去到琴日嘅高位啊嚇22,301點咧，單月喺4個禮拜唔到咧，已經係升咗1997點。喺我嚟講咧，乜都夠晒㗎啦。就算你係多100點啊，多80點，不外乎錦上添花啫嘛。咁啊要睇成個市嘅佈局啦。嗱，今日咧係今個月期指轉倉嘅高峰日，聽日係期指結算日，後日就係衍生工具結算日。即係打後呢3日咧，都會受到相關嘅活動去主導㗎啦。問題就成個大市咧，好倉大戶已經去主導㗎啦嘛，所以唔會輕易放手㗎。升多100或者跌多80，根本上就意義唔重大。格局就係先低後高，應該唔變啦。咁值得一提嘅就係恒指翻上去250天線，10天亦都翻上250天線。估計今日或者聽日咧，連20天線都翻埋上250天線上面，即係話成個佈局咧，俾我覺得個市咧根本上係處於一個中期嘅升浪嘅初升嘅階段嘅。所以你話單月既然升咗1997點，我亦都唔預期未來會高啲定低啲。最好就低啲添，即係好似7月初咁樣，啊個市由4號嘅21,166先跌到落去6號嘅20,304，落一落，然後咬腰上翻。今日8月份可能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咯。咁啊，即係7翻身咧，8月咧有可能都會繼續升㗎咯喎。係啊，咁啊真係7翻身喎。嗱，我哋講緊啦，成個市啦嚇，頭先我提到個市可能有一個中期嘅升浪啦。成個市嘅起步點係幾時咧？係6月24號嘅19,662點啊嘛。唔好講指數先。一個所謂嘅中期嘅升浪行嘅時間咧，一般嚟講係10到12或者12到14個禮拜㗎。我就當你12個禮拜，咁即係話6月24個市，既然處於一個中期升浪嘅話咧，浪頂或者成個浪行晒咧，可能要去到9月初、9月中，甚至乎阻緊嘅時間先至完成晒呢個升浪㗎。等同咧，舊年10月26號嘅高位。
啊跌到去今年2月12嘅低位，都跌咗成15個禮拜，跌咗15個禮拜，升翻10或者12個禮拜，咁好正常咯。係啊，之前咧上個禮拜咧嗱上望啊23000點啦，中線目標，而家你上調個目標水平喎。其實咧23000咧，有樂觀咗啊！23000啊，大家都係一個上望嘅目標，但係嚴格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應該係劃分少少、細分少少嘅，就係咧23423，呢個係舊年10月26號嘅高位。嗱，咁啊講翻成個大市咧，舊年全年最高係4月27嘅28589，第二個高位咧係7月24嘅25634。第三個就係頭先我提到嘅10月26嘅23423，即係話咧個指數見過18278點呢個低位，而家行翻上去咧，處於一個中期嘅升浪，先挑戰23423點呢個大跌浪嘅最後一個高位。如果過得到，咁就睇成交金額啦。呢個真係好老實講。如果你仲係400-500億嘅話咧，唔該啦啊！你呢個市咧，就算唔跌都好咧，都係反覆㗎啦。 keep 到琴日咁咪得咯，嗬？琴日有翻差唔多700億啊嘛。699億啊，當700億啦，其實就好啲，但係咧。起碼唔夠好，你都要多啲啊！嗱，你個市喺個低位上嘅，咁啊唔緊要啦，600億、700億我哋都可以睇得好啲啦。你去到個高位，即係23000啊、24000有唔少蟹貨噶嘛，你要吞咗嗰啲蟹貨，個市先有權再推上去噶嘛。咁唔通真係仲係500-600億嘅成交金額做得到咩？唔夠，你記唔記得啊？伍家文啊，舊年啊喺4月初啊，指數突破25000點，單月就去到28589啊嘛，當期成交金額幾多啊？2000幾億㗎，你冇咁嘅成交金額，冇咁嘅資金流推動，你個市點行啫？係咪啊？好，咁啊嗱，咁啊會唔會成交多啲咧？市場要睇下數據啊嘛，開唔開心啲㗎嘛？嗱，啱咧見到咧就係6月份啊，內地啊嗰個規模以上嘅工業利潤咧，似乎好翻少少喎嚇。嗱，因為咧最新公布6月份嘅係幾多咧？利潤方面咧係增長咧係5.1%啊。咁啊之前一個月嚟講係增長3.7%，即係增長嚟講按月計嚇就加快咗少少嚇。咁啊數據出咗之後，當然恒生指數咧暫時都係冇乜太大變動嘅啫嚇，啲數據唔係話即係好重要嗰種嚇。咁啊股價嚟講咧，嘅恒指嚟講咧升緊咧88點嘅。喂，好啦，咁我哋咧呢個時候咧，郭 Sir 你講咁多嗰個大市啦，我哋要揾下啲板塊嚟傾下嘞噃嚇。喂，范友今日嚟講咧，我諗我哋咧啲科網同埋手機股都要跟進下，因為蘋果同埋 Twitter 都有成績表派啊嘛，嗬。係啊，咁啊嗱嘅我哋都做咗個功課喎，咁啊嘅蘋果咧個盈利咧係即係倒退嘅，咁啊其實佢咧就即係銷售咧 iPhone 啦同埋 iPad 咧，即係都係倒退嘅，咁啊其中咧就來自大中華嗰個即係營業額咧同樣都係倒退嘅，咁啊就似乎咧就個數咧就麻麻地，咁但係咧庫克行政總裁就話咧咁啊今個業績咧其實係啊有機會，佢哋梗係攬自己嗰份業績㗎啦，係啦嗱咁啊。但係事實上咧，嗱，我對好多即係嗰啲股份咧，都係同蘋果嘅即係接佢嘅訂單㗎嘛，係啦。咁啊嗱，另外 Twitter 都有個業績嘅，咁啊真係蝕啦，但係蝕少咗嘅。咁啊嗱，呢一啲嘅即係業績咧，對於呢啲科網啊或者呢啲即係電訊股咧，啲咩啟示咧？嗱，事實上嚟講咧，要睇個估值嘅。如果你講緊係20倍鬆啲嘅市盈率咧，咁就受影響嘅程度就唔係咁大㗎。但係如果你市場咧搶高咗，你去到嘅成30幾40倍市盈率，大家要計數啦。如果蘋果嘅業績係放慢嘅話咧，即係相關嘅下游嘅業務冇可能係逆勢增長㗎嘛。但係佢而家話咧最差情況有機會過去喎，管理層自己接受咧。金融時報咁樣講嘅喎，因為咧嗱點解之前嗰季差咧？譬如 iPhone 嗰度咧賣少咗成15% 啊嘛，4000萬部咧其實都點講咧就係倒退嚇，但係咧就好過市場預期嘅。嗱佢話咧因為咧中港業務曳咧就拖累佢，即係包括我哋在內啦，買少咗 iPhone 啦。但係佢而家最壞情況過去咗，會唔會話借勢市場已經消化咗呢個咧？即係 iPhone 銷售倒退因素，調翻轉頭炒復甦咧，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咧？我諗啊，如果你炒復甦咧，就有少少唔確定啦。你起碼睇多一個季度嘅情況，係唔係真係開始咧係回升翻先得㗎？因為咧手機嗰個購置咧係
早年嘅啦，最熱嘅時候2年前啦。咁啊，一部手機斷估你都用幾年㗎嘛，尤其是 iPhone。咁啊，就算你要換機啊，都唔會話咧係咁快㗎。iPhone 7換唔換啊？郭 Sir 啊？係咯，9月喎。咁啊唔同喎，可能我都換都唔定喎。因為你 iPhone 6同 iPhone 7咧差咗2年㗎啦嘛。係啊。咁如果有個新型號嘅手機出到嚟，而呢個新嘅型號咧，亦都係吸引到用家嘅話咧，咁你可能咧嗰個未來嗰個銷情咧係會有一個見底上升嘅走勢，一定會有添㗎。咁啊變咗咧就一相關嘅下游嘅一啲公司咧，其實嚟講一定係受惠㗎。咁啊亦都可以解釋得到點解而家市場咧將佢股價咧先行推高咗上去。不過當然知啦，新型號幾時出嚟，同埋係唔係能夠咧俾用家好似係 iPhone 6啊咁去搶咧？呢個就關鍵啦。如果有嘅話咧，我第一個換咯。係啦，我睇下即係睇佢啲 feature 係咩咯，嗬？有啲鏡頭啊，係啦，會唔會即係有啲咩改善啊？咁樣吸引到我哋呢啲國 Sir 啊嚇，即係用開 iPhone 6都要咧。upgrade 下就升值啊、升級啊，去到 iPhone 7啊。我而家暫時未知咯。炒股咧係未知啦，咁啊產品係未知，但係咧郭 Sir，如果用翻你頭先嗰個即係嗰套嘅即係諗法去揀股嘅話咧，又會點樣揀法咧？因為咧嗱，你話手機你又會換喎，但係問題咧你又擔心有啲股份咧個估值過高啊。嗱，譬如好似近排咧不斷破頂嘅有途中第5隻啦，舜宇光學啦，而家咧根據呢個經濟通嗰個市盈率咧37倍嘅咯喎，騰訊唔使講啦，騰訊嘅市盈率咧歷史市盈率淨50倍樓上㗎啦。咁啊，就當然有啲落後嘅，係咯，反映咗定係點咧？點樣揀股咧？唔係，其實嚟講咧，市場正在係真係反映咗㗎啦。不過咧，大家要睇多一樣嘢，就係個資金流啊。而家資金係多得好緊要㗎。我睇咗嗰啲近期嗰啲資金咧，佢情願買一隻咧係增長型嘅股份，佢都唔會買一隻咧防守型嘅股份㗎。咁啊，除咗避險啊嗰啲公用股例外啦。咁啊，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有新型號嘅手機推出嚟，咁啊預計咧佢嘅銷情會喺第4季啊，或者明年1、2季啊，會有一個大幅嘅增長啦。咁就刺激到咧相關嘅股份咧，一定係會受惠㗎啦。咁啊，如果俾緊30幾倍嘅市盈率，我咪計數咯。如果未來增長，我當你有25到30%，咁拉落去計，而家都係20零倍市盈率啫嘛。資金仍然都仲會向前行㗎嘛。咁事實上嚟講咧，環顧到而家呢1分鐘為止咧，都似乎係相關嘅股份啊，例如係舜宇啊嗰啲咧，股價咧走得比較漂亮啫嘛，都仲係基金外股嚟。就基金外股啊，仲會偏強嘅嚇，爭在揀唔揀落手咧，就自己諗啦嚇。啱啦，冇錯係。喂，今日其實咧就一手機設備股啊，相關啦，即係蘋果相關嘅概念股裏邊咧，即係1415 OK 喎。即係高偉電子啊，嚇，而家目前升半成啊，嚇，即係雖然個成交唔多啦，700零萬啦，但係大家可以留意下啦，1415高偉電子咧，目前股價咧急升成5%嘅。喂，講起急升咧，嗱個大市啊升多少少噶啦，過100點噶啦，要留意一盈喜股啊，反而即係鳳凰醫療咧，早段咧受惠盈喜股價唔錯噶噃。話犀利啊！佢咧估計啦個中期盈利咧就升2成至到4成嘅嘛，因為個收益多咗啦，係咪帶動個毛利亦都係錄得個強勁嘅增長？咁啊仲話咧即係嗰個即係醫院啦同診所網絡嘅病人咧，嗰個就診人數啊，亦都係咧持續增加，收嘅診金率都係增加咗嘅。嗱咁啊就呢啲有業績支持喎，咁啊但係個市盈率咧啊，郭 Sir 會唔會嫌佢都係貴嗰啲咧？嗱，如果往績50幾倍市盈率，呢個係往績啊嘛。咁啊，如果你今年嘅增長係比較亮麗嘅話咧，其實咧拉翻落去咧就30幾倍，咁喺醫藥嗰個板塊裏邊咧，其實比高啲市盈率咧，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14億人嘅中國醫藥啊醫療嘅需求係大得好緊要，好緊要。其實鳳凰醫療咧喺呢方面嗰個市佔率咧係相當超前嘅，咁啊可能咧就大嗰隻啊，梗係可以俾到高啲市盈率啦。相關就算有其他嘅業務係一樣嘅公司咧，可能佢未必有咁大嘅話咧，咁市場嘅定位咧就比較保守啦。佢分享嘅市盈率咧，可能亦都唔會太過高㗎啦。留意佢業績咧，8月底之前咧就會公布啊。伍家文話佢今日升成0.5%喎，OK 即係4.8%。係啊，4.8%㗎。咁啊，因為之前嚟講咧，即係話點解抽嗰陣，大家應該知道咯，嗬，即係做2單大收購啊嘛。係嚇，包括咧即係向中信集團咧就買一啲醫院資產啊。咁所以好多啲大行都講啦，哇，鳳凰醫療要留意佢，因為將來嚟緊會成為咧
成個亞洲最大嘅醫院集團啊，咁啊股價嚟㗎，慢慢又逼翻喺高位附近。喂，講起升嚟講咧，我嗱呢個時候我即係要睇睇最佳藍籌咧，有啲已經啟示俾大家。今日咧朝早呢下炒啲乜嘢喎？嗱，第一排名第一就係百麗啊。百麗咧佢係話咧就而家搞緊啲分店嘅轉型啦，搞靚啲啊，蝕錢嘅分店咧就想搣甩佢啊，搞下重整咁啦。嗱，股價嚟講有啲反應啦，升咗接近咧3%嘅。但係想講咧，反為咧我知阿郭 Sir 咧一定係中意呢隻第二隻㗎啦。喂，中人壽終於起動啦噃，係喎，嗱，咁啊講起中人壽咧，我哋真係要睇睇 A 股喎。嗱，大家有冇留意啊？上證指數近期嚟講咧係咬住3000點左近嘅水平，不過順帶一提，4月13有個高位係3097點。上證如果能夠攻破3097嘅話咧，我自己個人睇咧，行翻浸上去3150到3200點，應該都唔係太難嘅一件事。今日唔喐喎，即係中人壽自己喐啫喎，會唔會啊？嗰個感覺好似啊？可能係行先一步㗎啦，同埋你相對成個大市佢都係慢㗎嘛。恆指成分裏邊，佢同平保都佔緊5.7%。我近期我都同人好多朋友講話咧，想入市啦，又走失咗好多機會啦，冇嘢買唔係冇嘢買。咁啊買中人壽、買平保、買呢兩隻，我自己睇翻 A 股咧，應該可以行翻好少少。咁呢一浸上翻去20啊、21、2咧，應該唔係太難嘅一件事。好啦，保險少少啦，18個幾人錢買5對板跌穿17蚊，你輸贏都係1蚊啫嘛，係咪啊？個風險承擔有限啦。係咁啊，內地股市咧今朝早唔喐啫，咁但係咧啲保險股咧人壽升2%啦，其實平保都 OK 㗎，升1.5%㗎。係啊，成把啲保險股都升升地嘅。係啊，太平996咧，即係966咧又都升咗1%嘅。內銀都唔錯嘅今朝，大家可以留意農行啊、交行嚟講咧，兩隻升幅都超過1%嘅。所以今日咧就去到呢刻嚟講咧，金融股就係支撐咧大市咧升100點嘅主要動力之一咯。不過問題咧，即係市場成日都間唔中有啲資金咧，喂唔係個個放心追啲風險資產㗎嘛，追落後啊有啲風險㗎喎。又追乜嘢咧？又係收息股啊！哇，今朝嚟講中電又係破1年高位咧，仲有一隻大快活喎，大快活升得幾急下嘅，頭先朝早都一度升過2%啊！佢業績之後咧，係咁樣枕住破位哦，幾十年高位啦。大家都做快餐㗎啦，大快活做得咁成功喎嚇。點解咧？可能咧就個定位啦，因為事實上嚟講咧，就最緊要都係睇個人流同埋現金流嘅啫。咁啊，大快活可能咧就佢嗰個客戶人數咧都係比較地道嘅港人比較多，所以變咗咧就佢嗰個客戶人數啊穩定啦，同埋個現金流亦都相對比較即係好。咁啊，股價嗰方面咧，其實20幾倍嘅市盈率咧，似乎市場咧都係憧憬緊咧，佢未來嗰個業績咧都係保持到個優勢咯。有特別息咧，呢排咧佢咁樣枕住升上去咧，個成交咧都大咗唔少㗎。呢一排見佢即係成日向呢個即係1年高位個榜嗰度榜上有名嘅，係咪？今日又再度破幾十年嘅高位㗎啦。係啊，不過問題咧個 RSI 咧，如果大家都要留意咧，哇去到87啊嚇，相對強弱指數啊相當超賣㗎啦嚇，咁啊大家自己留心個風險啦。好嗱，呢個時候咧恒生指數最多升過147點，爭20零點咧先掂到琴日高位再睇啦。好，我哋唞唞先，翻嚟咧答家庭觀眾問題。我接咗個剪彩，我最遲要3點鐘走㗎啦。對唔住，我真係要走。你試下走啊！我即刻投訴你。佢係我哋嘅新主持，我叫 Alex 啊，多謝㗎。愛回家之8時入席，今晚8點翡翠台。魔術手幫手出新機，阿波俾2個手我。OK。甜品鋪不如涼浸浸。我 slow 神嘅呢樣嘢。街頭魔法王之魔王之王，今晚10點半翡翠台。曱甴入侵好似爛片不停上畫，曱甴入侵1，肉身尖叫。曱甴入侵2，仲有3、4、29、48，係時候剷除曱甴。雷達全效威力殺蟲噴霧，長效殺滅曱甴4星期。雷達有效殺蟲，保護家人。美國莊臣。睇下我哋隔住個 mon， 可以有幾正？有幾正啊！真係幾正喎！有冇咁正啊？就係隔住個 mon 都覺得好正咁咯。Broadway 仲送你超正嘅 Adidas 運動用品或 Godiva 朱古力產品。
全新湯碗持久裝，越戰越強。幫人搞離婚，佢哋針鋒相對。咁我哋法庭見啦。不見不散。離開法庭其實係浮浮沉沉嘅都市男女。我同你再冇可能。爹哋，我係真心中意你嘅。你有老婆仔女，你話你中意我，你有資格咩？同病相憐，能唔能夠造就美好戀曲呢？離婚律師星期六日 J5。正義需要有高強功夫，真功夫要有鋼鐵一樣嘅意志，唔少得毅力同恒心，無比堅持，先至可以成就真英雄。大班冰皮月餅呈現《城寨英雄》，星期一晚9點半，翡翠台。法證工房係由產品多元化嘅法巴倫證為你提供。各位早晨，期指結算日嘅前夕，歡迎收睇由法國巴黎銀行特約嘅法證工房。今日我哋嘉賓喺現場方面有法國巴黎銀行上市衍生產品部嘅執行董事黃澤恩先生 ，Martin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嗱，今日星期三啦，回顧翻過往2日咧，新嘅競價時段方面咧運作暢順，投資者可以有啲市場上面有咩工具咧，可以幫助更加了解到咧喺競價時段後嘅價格嘅變化咧。冇錯，咁啊，其實即係競價時段實施咗2日啦，咁啊暫時都未見到話有好大嘅影響咁啊。除咗第一日就有隻騰訊嘅牛證係被收回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咧，好多投資者咧開始都要習慣翻，就係話究竟而家係4點鐘收市同埋4點08或者4點10分之後出嚟嗰個收市競價嗰個差距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想參考翻嘅話，亦都可以上翻我哋公司嘅網站嗰度睇翻咧，有個收市競價變化嘅功能，可以比較翻4點鐘同埋4點後正式收市嗰個正股嘅差價係爭咗幾多度嘅。好啊，咁啊繼續咧講翻咧就係琴日嘅大市啦。咁我哋邀請埋咧華金研究國際嘅陳鳳珠小姐 Ellie。早晨。你好啊，嗱，見到琴日大市方面咧最高咧曾經見過22,300點啦。咁啊，到底投資者嘅部署方面咧，而家係湧入去啲淡倉嘅數量有幾多咧？好啊，其實睇翻啦，咁啊現時嚟講啦，咁啊的而且確，琴日最高就見過22,300點呢個水平嘅時候咧，咁呢個淡倉恆指流入咧，其實流入咗差唔多6,000幾萬嘅資金㗎啦。咁尋日，咁如果你話睇翻重貨區方面咧，亦都輕微上移去到22,400點嗰度，咁其實都非常之貼價嘅。咁同樣情況啦，22,600點開始有加倉嘅情況出現啦。咁其實睇翻咧，暫時嚟講咧，似乎博紅證嘅投資者咧，都寧願選擇一個成本小、槓桿大嘅策略咧，去到博翻睇淡嘅。咁如果你話睇翻產品選擇方面啦，可以先參考翻。如果睇恆指向好嘅話咧，牛證選擇可以睇翻63800， 63800恆指牛證收回價21,600點。22,700點，距離現水平大概係500點左右啦。行使價係22,900嘅，咁就喺出年3月到期實際槓桿26倍嘅。好啊，聽日期指結算啦，星期5係日本議息，今個禮拜仲有美國央行議息啊。Ellie 你點睇個市咧？琴日嘅22300可唔可以升穿咧？係啊，咁見到琴日升到22300之後咧，有少少回落嘅，咁今日又再次即係又升翻上嚟啦。咁留意翻即係呢個2300短期嚟講，會唔會呢2日就係個阻力？咁同埋咧睇翻即係聯儲局個議息結果到底即係有冇暗示到幾時會加息啦，同埋日本央行到底會唔會即係放水？咁我覺得整體個投資氣氛都仲係向好嘅，咁嚟緊咧應該都仲有機會咧可以出現個突破嘅。睇隻重磅股友邦就知啦，聽日出業績咧個股價咧就係連日係嘭嘭聲咁上，今日升穿埋50蚊，高位做50蚊3毫子咯，仲有冇人部署啊 ，Martin？冇錯，其實睇翻友邦咧個股價亦都真係升得幾犀利下，咁啊啱啱今日升穿咗50蚊嘅啦。咁其實業績之前咧一路都講緊會唔會穿50蚊咧，咁現時已經落實咗噶啦。咁所以如果睇翻友邦嘅話咧，睇翻 call 輪選擇咧，可以睇翻27418佢行使價52.999，出年4月到期，實際槓桿係7倍左右嘅。好，仲有一隻問埋 Martin 咧，就係隻新鴻基地產啊，110蚊我哋都見埋添啦。喂，睇翻咧而家應該係嗰個地產股係咪真係好好咧嚇？
係啊，咁啊，其實除咗即係友邦呢個大藍籌之外咧，其實其他藍籌都一路做好咗嘅，咁所以都唔好忽視其他藍籌嘅走勢。睇翻新地咧，其實升幅差唔多接近2成半左右㗎啦，上到110蚊啦。咁如果想睇翻 call 輪選擇咧，可以睇翻11709行使價120蚊，出年嘅4月到期，實際槓桿6.6倍嘅。好啊！呢兩隻正股問下 Ellie 先。出業績之前，友邦仲可唔可以上望高啲咧？同埋咧，留意翻新地方面咧，過往6個交易日咧，嗰14日嘅相對強指數已經喺80以上，即係話超賣嘅水平喎。兩隻點睇啊？睇翻友邦先啦。咁見到就嚟出業績啦。今日都上過50蚊嘅水位。咁其實咧見到友邦估計嘅業績應該都會做好嘅。咁如果出嚟都係即係比市場預期好嘅話，都有機會繼續向上。咁睇翻新地啦。咁其實近期嘅樓市又好翻少少嘅。咁雖然即係見到已經開始超賣啦，咁可能短期有少少回吐壓力。咁但係整體嚟講，如果即係冇乜特別一啲嘅措施去打壓嘅話，咁其實咧都仲係有機會咧係繼續向上挑戰嘅。好啊，多謝晒陳鳳珠小姐，請你申報利益。係冇持有嘅。麻煩埋 Martin 咧。都冇持有嘅。唔該晒兩位，大家留意結構性產品係並無抵押品。如果發行人或者擔保人無力償債或者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者全部應收款項。以上嘉賓係金管局同埋證監會嘅持牌人，投資者應該了解結構性產品性質同埋有需要時候尋求專業意見並參與有關上市文件。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嘅指標，結構性產品價格可以急升，亦都係急跌。投資者有機會蒙受全盤損失。聽日同樣時間喺9點45分再有法證攻防，到時請翻嘉賓再同大家分析過啦。講翻今日所報嘅兩隻正股，友邦最新係49.9，新地方面最新係報109.8嘅。法證攻防係由產品多元化嘅法巴輪證為你提供。一屆奧運兩種心情，劍擊選手張家朗、乒乓球手李浩晴準備就緒，力爭佳績。香港欖球代表隊體操運動員石偉雄就同奧運擦身而過。星期五檔案，星期5晚7點，翡翠台。競技挑戰身心。你跑唔跑到？你冇問題㗎，你呢個問題啊，跑翻9成半咁樣，我都未必有信心真係